请问廉价航空的代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廉价航空哦，哦，这接济哦，是足食的哦，嗯迄叫俗价航空。哦，你想这边的答案是俗价航空，都是廉价，嘿，廉价就是咱俗嘛，哦，就是安尼，就是俗价。伊个介绍较低，所以讲嘿，我的答案是俗价航空。哦，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叫做俗卖航空，俗价甲俗卖，差不多啊。因为有当时咱大卖场啊，买物件摕出来就俗，伊叫做俗卖。哦，哦，因为我虽然有听过俗俗仔卖，啊，毋过我感觉这民俗应该讲俗价，是因为计小嘛，介绍，对对。俗价就是刚才这机票，俗我会使买哦，有价单，但俗卖我。你今日要卖我俗啊卖，互你卖无？我感觉我袂，会这种感觉。听起来像你讲的高级感，高级感的，高级感的降价。这个俗价航空内底直接就讲啥？讲着介绍啊嘛，吼。所以呢，咱算出来，哇，迄个差真济哦。俗价航空有70.9%的人选的哦，啊，这个俗卖航空才29.1%的人选。